Hello， 網上嘅朋友好，我係眼科專科醫生湯文傑醫生。我哋上集講得到白內障手術嘅做法啦，咁大家都會好奇咁樣問啦。做完手術之後，我哋要放翻個人工晶體，但係人工晶體我哋應該點樣選擇呢？當中最常見嘅幾種類型啦，包括單焦人工晶體、高階單焦人工晶體、廣視人工晶體、多焦人工晶體，以及有散光矯正功能嘅晶體，其實佢哋之間係有啲咩分別嘅呢？你可以諗翻人工晶體理解為我哋幫助眼睛咧重新去設定一個焦點嘅工具，所以唔同嘅光學嘅設計咧就會影響咗我哋睇嘢嘅方式。不如我哋講咗單焦人工晶體先啦。咁單焦人工晶體咧通常咧係為咗提供一個距離嘅清晰視力，譬如主要用嚟睇遠嘢啦。如果選擇咗呢一類型嘅人工晶體嘅話咧，睇遠嘢咧就比較清楚啦。不過睇近嘢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咧例如睇翻手機啊或者睇書咁嘅話咧，就要有機會咧要戴翻個眼鏡去輔助嘅。之後我哋講下多焦人工晶體。咁多焦人工晶體咧其實係同時間咧可以處理近啦、中距離啦同遠距離嘅景物嘅，即係可以話日常生活中咧減少對咗眼睛嘅眼鏡嘅依賴。不過實際嘅效果咧係會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咧係會適應得快啲，但係有啲人咧就可能需要少少時間啦。第三個人工晶體咧就係一啲散光嘅人工晶體啦。咁如果病人本身咧佢眼睛裏邊咧有散光嘅情況底下啦，可能就要考慮咧要帶有一個矯正散光功能嘅晶體啦。呢類型嘅晶體咧可以幫助我哋嘅畫面咧更加穩定，提高翻我哋嘅整體嘅清晰度。你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去理解，單焦人工晶體咧就好似一副用嚟睇遠嘢嘅眼鏡，而多焦人工晶體咧就好似一副同時可以睇遠啦、中距離啦、近距離嘅眼鏡咁。而散光嘅人工晶體咧就幫我哋畫面對得咧就更加準確嘅。咁我哋應該點樣選擇啊？咁一般咧我哋有幾個考慮嘅因素㗎，例如日常生活習慣啦，係睇遠嘢為主啦，定係睇近嘢為主啦？又或者對我哋嘅視力嘅期望啦，同時間咧，我哋要配合翻我哋眼睛本身嘅狀況嘅，例如我哋個角膜啊、眼底啊、黃斑啊、神經線有冇其他疾病啊？咁呢啲情況底下咧，都係要通過醫生嘅進行嘅評估啦。所以咧，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冇一個人工晶體咧係適合晒所有人嘅。咁我哋要了解翻唔同嘅選擇嘅需要啦，再按翻個人嘅情況底下作出決定。好，今集我哋分享到呢一度為止，下一集再見啦，拜拜。